家乡北，基督最下的愿望橄榄的地，愿更极宽恕的。这首信息是1681年法国的天主教因所定的圣诗内底的一首当初是法国的天主教所写的曲1968年的时伫英国有一个作词家就把甲这个曲谱上他的词伊遮讲基督是世界的真光，基督是世界的和平，基督也是世界的活命。咱有这个世界有光，有真理，有活命，咱拢来用光归互咱的上帝。咱以外无别个会当归用光的迄个对象，圣父、圣神、圣子。基督做咱的兄弟，互咱会当正做伊的囝儿。这是这首诗等会念的时，咱会当伫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下面，咱会当正做伊的主名，是咱真大的荣光甲福气。咱搁来唱第2首诗，52首圣诗，第52首。早伫大笔王的城内来。做伙唱一遍，预备来。早伫大笔王的城里，一个有条真秘密，来面一个囝仔出世，伫做来用宝宝你，老母叫做玛利亚，叫做耶稣的婴儿，上帝先行放下眼光，教导世间受艰苦，只有草坡大家红火，只有草做最淳朴，眼光叫做点世间，到尾比艰苦难，圣主耶稣做咱无忧，做囡仔甲咱相共，孝顺父母趁伊家事，不管他罪恶罪过，在呀在看橄榄边，老目山也无欢喜。将官兵有最难恶，咱来可以得着拯救，老尾传咱到天国，大天大恩是大欢喜，享受福气大无比。咱感谢天父上帝，赏赐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马槽，成做一个美味的人，互咱会当三甲做伙，甲伊体会咱世间的艰苦，
也三甲享受世间的欢喜。伫马祖真美味的即个城内底，主耶稣降生。虽望圣诞节已经过去真紧吼，念伊已经3礼拜。咱虽望主耶稣的圣诞节，即个节期已经过，总是咱伫咱的心内，伫咱的每一日的行道内底，主耶稣拢甲咱相互伫咧。当咱有烦恼的时，咱祈祷，咱会当看见，咱会当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甲咱同行，咱的烦恼就拢消无去。咱搁来唱这首诗，因为这首诗较无熟哦，咱搁来唱一遍哦，预备来，预备来。在地的平安的下来，真的有条真美丽，来面前的婴儿出世，比从来永不保庇，老母叫做玛利亚。上帝是行放下严格，放手世间受艰苦，只有草比当家丰厚，只有草做最成破，别讲救主掉世间，高杯。艰苦难，是主耶稣最难摸鱼，最的那个难撒旦，好顺被不他一个心，就问他最有最高，再要在花岗浪边，老马赛亚马欢喜，让主耶稣大地天空，将冠冕的最难过，难来可以的丢金球，老为他高那天丢，大地大喜和欢喜，要修无去大无比。咱主要说，出世伫马祖，即马已经伫上天堂掌管做咱的王，咱会当靠着伊得到拯救，会当靠着伊到尾，咱会当带咱到天堂。咱用欢喜恭敬的心来敬拜上帝。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吧。
大观音者的囝啊，恁就将阴光开力归予上主，归予上主，就将上主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头敬拜上主。查考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71首，圣诗71首，请起立。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勒国林内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公堂的教会，信堂的相当，对赦免肉体国我，
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用客英文第5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也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是对肉肉。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同心来祈祷。创造天甲地，想事万项物，互人的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想事活命甲快乐，有阮通伫即个世界甲所有的人共同生活、拍拼甲起造。虽然阮对无共款的成长甲栽培，总是阮拢有同一样的心志，敬畏上帝，愿意跟缀你。服侍你，毋过，阮却常常袂记你上帝的教示甲恩典，伫有意甲无意的中间，犯了侪侪无合你心意的事，向痛私欲，偏离你的道路。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恳求上帝来洗净阮，互阮软弱的人性。有你想事的快乐，通奉献阮的心灵做你的奴仆，成做上帝圣洁的器具。互阮无过为着家己设想，因关心别人的需要，疼别人亲像家己。上帝的恩典长阔关深，无等的奇妙。你是阮活命的起头，也是阮生命中的倚靠。甲及时的帮赞，阮的快乐、带领拢是对你来。上帝是葡萄树，阮只是树枝。若毋是结连伫你，阮就无法度做啥物。阮深深听受你的话，阮的言行举止，互人因为安尼来认捌你，也得着救恩。阮也要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求你赐互阮教会的长职。有同心，有智慧，刚强壮胆来行伫你的道路，做上帝的同工。阮知安尼的祈祷无够野，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3章15到17节，第21节到22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67到68页，路加福音第3章15节到17节。百姓在噩梦的时，众人醒来，在议论约翰检采是基督。约翰应众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若偷伊的下带，我也袂空着。伊要用圣神、甲火、甲灵洗，互甲恁洗。恁的手，伊的手摕簸箕，要将伊迄场一斤半收买伫伊的床。若是买香，就用袂花的火烧伊。”第21到22节，即百姓已经受洗礼，耶稣也已经受洗礼。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钱仔，就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请为伊停传道讲道。”题目是：上帝囝为何受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先大声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组织伫教会来敬拜你，来学到你，嘛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主愿你教示阮，互阮真正会当用你的话语来更加明白你，嘛会当用阮的性命活出你所心意的。阮将阮的一切交托互主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顶礼拜是主显节期，今仔日是主显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也就是耶稣受洗的主日。通常咱一定拢会特别来庆祝圣诞节，阁有国外节，但是咱无一定会庆祝主显节，阁有耶稣所受洗的即个日子。所以咱加当通过今日主受洗的主日来思考一下。耶稣伊受洗对咱来讲到底有啥物意义？为虾米咱要特别纪念圣子，要来庆祝呢？搁有咱嘛会当好好过一遍来思考，对咱来讲，对咱基督徒来讲，洗礼到底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今仔日的经文是伫路加福音第3章第15节，遮讲到百姓因望会等待基督搁来临，所以伊咧要讲，因咧要讲到底啥物款的人是基督？即马即个出现伫旷野的即个伫遐宣讲悔改信息、帮人洗礼的即个约翰是基督吗？对迄时阵的百姓来讲，上帝通常是通过祭司，阁有遐个先知来教人沟通。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是祭司，而且百姓看到即个约翰伫旷野所宣讲的信息，真正互真侪个人拢悔改说，所以因个感觉讲，安尼即个约翰可能就是基督。但是约翰伊知影百姓有即个想法的时候，伊就甲因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若偷伊的下带，我也袂牵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约翰伊知影伊家己的使命到底是啥物？约翰伫旷野伊所做的服侍，甲因爸爸撒加利亚的预言是共款的。撒加利亚伊捌预言讲：“婴仔，你也要称做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避慢伊的道路，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就知拯救的恩。”所以约翰的服侍，的确是咧为伊后面要来的迄个基督避慢道路。安尼，约翰伊所认为的基督，佫是啥物款呢？伊感觉伊所认为的基督，就是
伊心内认为迄个能力比伊较大诶，而且是伫伊后面会来诶迄位，就是宣讲会比约翰伊诶宣讲搁较严格诶审判诶。所以约翰就讲，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伊诶手摕簸箕，要将伊迄张一半收买伫伊诶床，若是袂香就用袂火烧伊。约翰所讲的即段话，就是咧表明讲伊对耶稣的期待到底是啥物，对耶稣的毋望。约翰所期待、所认为的圣神甲火，是感觉伊感觉认为讲上帝会消除遐个罪恶的即个能力，就是透过圣神个火来消除迄个罪恶。所以其实百姓甲约翰因所认为的基督的使命甲目标，其中一点就是审判，阁有宣讲悔改的信息，而且会当有赦罪的权柄，会当除去罪恶。虽然即点并无毋对，但是这可能嘛是互约翰伊尾啊产生怀疑，感觉耶稣可能毋是基督的原因。因为通常咱大家拢会认为讲，审判甲救恩是分开的，但是其实即两项并无冲突。救恩其实是对审判来的。咱若是认为咱家己无问题、无罪恶的话，咱就无需要赦免，无需要拯救。审判会当互咱人知影咱家己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有啥物款的罪，也会当知影怎样来认罪悔改，得到赦免。因为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知影有啥物问题，咱才有法度知影，咱才有法度针对迄个问题去改进。知影啥物款是正确的代志，咱才有法度做正确的代志。百姓甲约翰因所期待、所认为的基督，应该有的模样，甲所做的代志，并无完全正确。也就是因为安尼，百姓甲约翰因其实拢怀疑耶稣的身份，无完全相信耶稣是基督。又甲福音书第3章第21节到第22节，讲到耶稣受洗。又甲福音并无亲像其他福音书对耶稣受洗有真详细的描写。又甲福音无记载着耶稣伫遐受洗礼，也无讲到讲是啥物人帮耶稣洗礼。既然是安尼简单的描写，咱可能会感觉讲，应该个只是交代一个尔。耶稣可能讲啊，耶稣嘛有受过洗礼安尼尔。毋过若是安尼话，是安怎就假要记载咧？伊安尼只是假要讲一个尔，安尼有啥物意义咧？其实若是无啥物意义的话，就假伊根本就免写着。既然伊有写着，就代表这是有伊的用意的。所以其实实际上，就真肉体的耶稣，咱应该知影，耶稣无罪，耶稣伊并无需要洗礼。但是伊到底是安怎要受洗咧？伊尾啊嘛是互约翰伫迄个约旦河遐受约翰的洗礼，到底是啥物呢？是为啥物要安尼做咧？咱会讲我会讲是安怎？耶稣其实毋免洗礼，是因为约翰伊所传讲的信息，其实是咧传讲互罪得赦免、悔改的洗礼。所以耶稣伊并无罪，伊无需要认罪悔改，也无需要得到赦免。所以耶稣为啥物要受洗？就甲福音的重点，并毋是咧讲耶稣受洗的即个经过，是对耶稣伊的身份，佫是变甲大家讲，耶稣到底是怎样的身份，也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描写。通过耶稣的受洗，回应真侪人对耶稣身份的使命的疑问，也强调着圣神到底怎样来降临伫耶稣的身上，互耶稣会当真正活出上主互伊的使命。所以耶稣受洗了后，伊就祈祷，即时天就开啊，圣神就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天啊。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通过耶稣受洗了后的祈祷发生即件代志，表明出其实上帝对耶稣的调换，以及
确认着耶稣的身份。这也表明着耶稣的身份甲约翰其实是无共款的。这也对当时住伫迄个约旦河遐的人来讲，是一个实际上真正有发生伫大家面前的见证。就亲像约翰所讲的，有一个能力比伊较大的人要来，耶稣受洗礼，见证耶稣伊家己身份的特别。所以当耶稣受洗礼了后，就对天的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这嘛会当互咱读教福音的人，阁有迄时阵的约翰甲遐个百姓知影，耶稣到底的身份是啥物？透过即段经文，阁有对天的声来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互耶稣伊的身份完全显明出来。耶稣就是上帝所疼的囝。上帝肯定家己甲耶稣有一份上亲密、爸囝、充满感情的关系。耶稣就是伊所疼的囝，所以欢喜伊，也表达上帝对耶稣完全的信任。不过，这份上亲密的关系是带来责任的。耶稣伊满有信心的充满，伊活出伊的使命，伊顺服，而且受苦，到尾死伫十字架顶，搁活上天。所以耶稣基督为虾米要洗礼呢？耶稣基督伊的受洗对咱到底有虾米意义呢？真正明白耶稣甲回答耶稣是虾米人这个问题，一直是福音书的重点。安尼的问题甲挑战，不只是以前，也是对无共款时代现在咱遮的人看福音书的时阵的挑战。可能有一寡人会认为，咱受洗，咱受洗礼，是因为咱有罪，通过受洗，咱会当除去罪伫咱的心中。当然，安尼想法无错误，但是无完全正确。咱受洗上主要的目的，是咱要伫众人的面前承认咱的心相信，嘛伫众人的面前，讲出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而且咱愿意悔改认罪，互耶稣做咱生命中的王，互耶稣来掌权咱的生命。这个是基督徒生命中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代表着众人甲上帝的面前的信仰的告别。伫新约中，水是恩典的记号，洗礼代表耶稣家己成做迄个救赎的力量。当咱受洗礼时，水为咱的头流落，后咱是点水咧。点水伫咱的头的时阵，嘛个代表恩典的伫咱的心中，正神的临在，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嘛会当带来更新的行动。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渐渐来改变的。咱今日的主题是主受洗的主日，通过今日的主日、今日的经文，咱会当搁有一遍好的时间，好好来思考。到底洗礼对咱每一个人有啥物款的意义？耶稣受洗显明伊家己的身份，耶稣囝的身份是伊甲上帝之间特别的关系。正神建立伫耶稣的身上，这毋是代表耶稣受洗了后伊就变无共款，是承认耶稣是承认上帝的即个爱，即个疼的囝的即个时刻，是互人知影。耶稣真正是迄个基督，耶稣真正是上帝所疼的囝。所以为迄时阵开始，耶稣就开始去实践伊所有的遐个权柄。耶稣的受洗，互咱会当看见洗礼所包含的一寡重要的元素，就是伫基督中，互圣神的灌压。互圣神的充满，嘛是为着要活出使命。
伫面对试探、阁有受苦的时阵，会当真正活出上帝的心意。搁较重要的是，咱会当用上帝的疼，为上帝来见证，嘛活出咱真正爱活出的迄个使命。这就是咱的责任，嘛是咱诚做上帝所疼的囝的身份。所以耶稣受洗，到底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呢？咱每一个人无一定拢一定受洗啊，不过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咱当初是安怎要受洗？咱未来为虾米要徛伫主的面前，伫正人的面前受洗呢？希望今日的经文，阁有今日的主日，会当互咱搁一遍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搁一遍来思考受洗的意义。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知影，因为你的恩典怜悯，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我嘛知影是因为你差派你的囝耶稣基督，成做肉体来到世上，互阮会当有安尼的救恩。因为你差派伊来到世间，定是一个要拯救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互阮会当因为主你的恩典，阮会当认捌主你，嘛会当伫你的面前来受迄个洗礼。愿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互阮的性命会当活出主你的使命，嘛会当活出主你所心意的，互阮真正会当好好啊去遵守主你爱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嘛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真正活出主你所疼迄个囝儿的身份。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也愿主你继续带领阮教会，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因为阮知影，其实受洗不只是阮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信仰尔，是全体的信仰，是全体阮看见主你的救恩。所以帮助阮每一个人，互阮伫今日透过主受洗的主日，阮会当搁一遍纪念主你的恩典甲救恩。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真百姓已经受洗了，耶稣也已经受洗了。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井仔，就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路加福音第3章21到22节。真百姓已经受洗了，耶稣也已经受洗了。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井仔，就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路加福音第3章21到22节。那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2首，圣诗52首，请起立。我
请坐奉献，请市公务长老、苏国宪长老、市卫生长老、廖桂甘执事、詹玲仪执事、廖瑞芬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消息报告第3点，礼拜组今仔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伫1楼举办写春联的活动。第4点，教会定1月28号迄暗6点，要伫教会举办爱伫上山28暝围炉活动。欢迎毋当转去故乡独生的兄弟，也是小家庭来参加，也欢迎邀请朋友来参加。请今仔日伫1楼公布栏登记。第5点，有收集2024年周报的兄弟，请摕来教会做伙装订。第6点，小会定2月23号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各事工组伫今仔日将好会手册的内容甲决算交予小会书记、查长老也是陈牧师。第7点，上年大学定1月14号拜二上午10点要举行会校日活动。第8点，1月15号拜3下暗8点，要伫吴汉英姊妹府上举行家庭礼拜，请兄弟参加。小组甲牧区消息：第1点，摩西牧区祭教150周年事工，伫今仔日上午11点要邀请蔡庄姊妹做4名见证的分享，欢迎兄弟参加。第2点，中年团契伫
1月15号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客聚会，邀请陈美玲牧师专讲，请客友参加。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往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团导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这是咱做伙来的公道。咱为着世界，阁有台湾，阁有伫逐个的宣教师来祈祷。咱为着咱建堂的事工来祈祷，也为着咱即150周年所有的活动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所做的，毋是靠咱家己，是上帝甲咱同工。咱嘛为着即摆咧待产的少女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伊生产的过程拢顺利。咱为着即摆住院的遐个遗体来祈祷，为着一寡身体欠安伫厝内疗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主，阮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主，阮将即个世界你所创造的万物，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拢交托互主你，愿主你来掌权、来带领、引带，互世界每一个国家拢有主你的掌权，互因遐个掌权的人，无搁做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是会当真实做你心意的事。主，阮嘛将遐个伫逐个宣教的遐个宣教师，为着因来祈祷，阮将因交托互主你，愿主你帮助因，无论伫倒位咧宣教，主求你拢甲因伫地也看顾因每一个人的性命。主啊，阮也将阮台湾交托互主你，求你帮助阮台湾真实会当有更侪更较侪人会当明白主你，互阮无搁伫即个世俗的内面来生活，是真正会当活出主你的圣洁甲主你的心意的。愿主你搁帮助阮台湾，互阮台湾伫自由的内面会当真实看到主你的真光。主啊，阮也将阮教会交托互主你，愿主你看顾阮教会伫建堂的事工中，无论是咧筹备的过程，也是奉献等等，主愿你拢看顾阮，互阮会当伫建堂的事工中，阮会当看顾见主你的心意，嘛伫主你的面前更加搁较合一。主，阮嘛将阮教会150周年所有的活动拢交托互主你，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伫这150周年内，阮会当真正各伙来伫你的面前来庆祝，阮嘛会当真正搁一遍来听主你，听阮教会每一个人，听阮周围的人，互更较侪人会当透过阮教会即150周年，会当见证主你的救恩，甲你的怜悯，甲你的疼痛伫上山教会中。主，阮嘛将阮教会所有的事工活动拢交托互主你，愿主你来引带带领，互阮所做的毋是靠阮家己，是主你教阮伫地，互阮甲你来同工。主，阮嘛将阮教会中遐个
伫厝内疗养身体欠满，阁有即马住院的遐个兄弟姊妹来为着因来祈祷，主求你帮助因，互因无失去信心，会当互有主你的安慰，有主你的疼头甘愿伫地，互因无论是怎样的状况，主啊，你拢来保守因，看顾因，来医治因，互因会当伫你的面前，会当阁有主你的疼头，阁有主你的稳定，互因无失去信心，嘛会当更加明白主你，有主你甲因伫地。主，我嘛将即马咧伫病院咧待产的少宇交托互主你，愿主你看顾伊伫生产的过程中，拢有主你甲伊伫地，互伊生产的过程拢会当顺利，伊腹肚内的婴仔嘛会当真健康。主愿你来看顾保守，我嘛将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交托互主你，愿主你来看顾阮教会，互阮教会伫你的面前，阮真实会当活出主你的疼头，伫主你的面前，阮每一个人会当彼此来相听。我嘛用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活出主你的心意，行伫主你的正确的道路中。主嘛求你帮助阮，互阮真实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出主你迄个你互阮的迄个囝儿的身份，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真实来见证主你的救恩，主你的疼痛。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来金信息395首，信息395首。今时后，请为传道祈祷，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三通，甲咱伫地，对即时教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请坐。